食男人情緒價值係需要你有一定嘅身家水平先可以做到嘅。只有兩類女人可以食男人情緒價值。第一類就係你本身你個人對於男人係冇任何物質要求嘅，你淨係想要同佢開開心心喺埋一齊過啲小日子。你係對於乜嘢奢侈品啊、米其林大餐啊、出國旅行啊，你係對於呢一啲嘢係一啲興趣都冇。你只係想要同佢養下花、種下草咁樣過啲小日子，呢一類可以食男人情緒價值。第二類就係你本身已經係個富婆嚟㗎啦，你本身都富到流油嘅，你本身已經將自己嘅生活打理得好好，咁你都可以食男人情緒價值。最弊就係好多女人，你一心諗住搞錢嘅喺段關係，伸手問男人攞錢嘅，你又諗住搞錢又食男人情緒價值，咁樣就好矛盾啦。如果係咁嘅話，你又食男人情緒價值，你搞到嘅錢就會好少咯，或者係完全搞唔到錢。兩樣都要嘅話，男人就會覺得我揾咗一個祖宗翻嚟。你要明白，你喺段關係當中，你首要嘅需求，你嘅目標係乜嘢？喺感情入邊係冇對錯嘅，只有係你最想要係乜嘢？你嘅目標同埋你嘅動作要知行合一。你唔好諗住我搞錢，跟住又好食男人情緒價值，咁樣就唔撚得啦嚇。你只能夠揀一樣咯嚇，最好係。覺得鳩師傅講得啱唔啱啊？如果你哋有情感問題嘅話，都可以揾鳩師傅付費諮詢。